再来看台东县的拍卖市场哦，一透早就再来真侪猪，准备要来拍卖。台东县这么嘛是规定讲，离大进前外县市的猪哦是袂当再来台东拍卖。台东县前饭店街就小连续去市猪场载猪，按算要载297只猪去肉品市场拍卖。市猪的农民嘛唔敢大意，载猪仔的车一个驶入来就要先消毒，确保运送的过程当中猪仔袂去坏掉。我们先过石灰嘛，石灰过完就消毒。县府伫咧疫情发生了后，就宣布加强防疫。虽然全国同步宣布解禁，不过台东县要是依市伫咧2日进前禁止外县市的猪仔载入来。那最主要的目的是避免外县市的猪有感染的病菌，然后进入我们的拍卖市场，然后交叉感染，影响到我们其他的一个猪农。台东市的中央市场大部分的肉店也是无做生意，敢若少数几啊摊咧卖冷冻猪肉，爱甲初八才有现摊通好卖。不过即马已经出现预期起价的心理，反而甲消费者拢希望价格会当维持稳定。嘛不当习惯呢，嘛都爱较新鲜呢。你价位太高的话，没办法，客人没办法接受啊。台东县猪肉工会表示，县府禁止外县市的猪载入来，袂影响县内猪肉的供应。目前台东县市的猪有够应付县内市场的需求，也若计数的部分，爱看这2天全国拍卖计数来决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